建村是台湾在1949年过後，特別的歷史背景所產生的總頭，居民來自中國各省同台灣各地，夾出特別的基礎形態同人際網絡。故所是喺大體建村的人，都有過特別的生活記憶同生命經驗。無論時代改變，建村也改建呢。老舊的建村如果看唔到喲，是有幾多建村嘅團員也一行人來對建村文化保留特別出建，除了將三枚建村列作歷史建築，還個希望讓百姓的規劃做建村文化園區，來發揮台灣珍貴嘅歷史資產。也多年來建村有關嘅表演、建村菜，如素人注意、素人分享。建村農會按本人反映咯，向下嚟桃園中立的馬祖新村看下先。這邊呢要保留下來。哥，我是成個是打雷間啊。徐媽媽這邊。光明的，在哪一邊？啊。小婆幫尾大災故講冇錯，講解攏係往拜同馬祖新村嘅生活記憶。剪頭髮咪剪頭髮，唔係剪頭髮，應該頭髮剪啊，剪到邊個乾擦啊？個人剪頭髮咪剪頭髮，頭髮頭髮安尼啦，擦。放有一段時間嘅建村，前一場配合桃園縣文化局辦理法通重新開放，帶頭附近嘅老年社，也會直接來下鄉咧。村度嘅將軍木社，和保留嘅以後，早期嘅文物也濃有陳列。这个就是他最早期的时候，还 S 號的那个官服，他这个是官服 S 號的。这个最早現在還在啊。不是我將軍，現在這些北邊都80幾歲以上的了啦。現在所看到的，以前20來歲的，現在都80幾歲。這我老公啊，對啦，有老公啊，這我老公啊，最帥的啦，哎呦最帥的啦，最帥的老公。上菜了。對呀，要換那個，上菜，哎呦，看，來了，大家來吃飯了，可以來吃飯了，大家全部攏傳出來哦。難得兩日大家攏來齊咧，規矩同彩，風氣似媽媽無下偏話事。其實呢，國家大災故時代，廣拜同建村禮拜就係生活嘅一部分。大家都在修法的開玩笑啊，做嘛是啊？哎，今天繡花繡一繡哈，還喊了你真喊，你煮麵啊，也煮麵疙瘩，也煎烙餅啊，然後就大家哎來過來一起吃啊，好，明天就換別人煮。甲別人寫啊哈，其實講啊，就山啊都出來啦哈，都冇來嘅，你個話題見啊，啊個就叫佢煮安尼啦，還是要向下煮，從下食安尼啦。你若愛食就市場走袂無你啊，緊水啦頭煎的就鹽下一寡，煎的就開始食緊炒洗洗的，驚市場看到，這要做菜啊。建村媽媽單唱講小朋友嘅主題，話題就講冇錯。又係要分享建村生活嘅歡樂同交情，話題你打開，講3日也講唔超。對啊，我住三軍總院，我的4、5個小孩就在家裡面，隔壁的太太們跟我招呼，這個跟我招呼，他們還要送飯，而且他們你看那個時候都很窮啊，不像現在啊，他還會買豬肝燉一碗湯。這樣子到台北的三軍總院去看我。跟他阿兵哥當某工廠都看哦，張亞先生是84師的哈，2年對台灣，2年對金門，他們2個半夜當佢賺了100，好，所以講大家會互相扶持，客家人，好，要河洛人，要原住民，台灣人哈，原住民，好，還有咩外省人，而家對台就過來外省人，大家都講啊，都親好啊。
外港促權融合，台灣建村嘅宿河方面就會深刻嘅模仿，因為往擺對中國撤退嘅軍人，當多攏係一家人停定鋪出來台灣，延長研究到台灣新家，係各個時代嘅社會文化之一。也因為安尼，建村了解太融入地外，阿爸來自中國各省，阿妹係學羅、客家、原住民同外省農友。講好咯，有的人客人會聽唔識，嚇，外省人聽唔識，就全部講國語，全部都聽得識。一般大眾話就用國語，比如嘛個頭手熱痛啊，細人咧有癢嘅啊，佢就就會自動就會行前來，然後人關心。然後那種啊，聽看頭看尾啦。我們照在那個什麼延環有。貼片嘅時代背景所產生嘅狀態，也促成特殊又神奇嘅文化。顧秀春係兩頭人，18世紀發揚年齡知識，結果天機主義，甲本太極21世紀山東軍官做榜樣。家記得係野戰部隊哈，我出去落去演習，去外頭嘅村莊演習，哈。啊，這樣我哥就看到啊，這個看到個幾下擺，自從我當年就會去演習啊，出外去演習啊。然後我大哥看到按羅色，啊又按什麼，又按拐又按嘛樣。那時候他38歲呢，他說按羅色按拐，就沒錯之言啦。你係43年前嘅事情呢？顧秀春回憶講，結婚初時。遇到親太嘅困難，就會同老公反映唔同嘅問題。一開始一聽談唔識，即係親父啊、親情嘛，其他嘅國語很深，談唔識。阿咪講你講慢一點，我聽。還有代筆，數個代筆，講嘛嗰種數個代筆，人就大概作啊，叫佢就慣了。當時備受北極嘅熱，對顧秀春來講，其實係難得嘅幸福。因為佢同一般嘅建村媽媽相款，必須過定老公當漢地同學嘅生活。而家付出嘅很嚴，軍中教育很嚴，親手都不卡。他回來是有時間性的，1禮拜或是10日都這位啊，佢也冇從我帶不卡。所以說生活是還係我跟兒子女兒生活還接近一點，啊，老幾他生活還冇講。3個月做了1拜，啊，還有這個是那個什麼，外省人喜歡吃的涼拌小黃瓜，放大蒜，放一點辣椒，加上去。啊，你做建村嘅好多啊？對，建村媽媽教的，以前建村媽媽教的。雖然嗰當時要建村媽媽做飯。唔過而家人土生人要咪一系列，生嘢頭手熱痛嗬，人都停驚。安尼做咩㗎？看到人講話，人都心理不平衡，都在想講，做嘛人家老公要做安嘢，做嘛人咧安好，當然都對不卡，幫忙分擔。啊，唔過你想嘅好的也有一面啦，就講人剛開始人唔是做事，做土生人做飯食，啊加台灣像我老妹加台灣人咧，做2、3甲天。天公冇做北開來做事，做到啱。顧秀春講，結婚5年了後，老公就退伍，唔好像之前久將一拜，免到本上過日當辛苦，唔過每下需要一好嘅結局。我生人咧啊，面個大師啊，你睇人咧面個大師是用按切吧哈，切用就該烘嘅壓過，我哋是傳統嘅呀。呢位竹東客家莊太行嘅鄭春梅，將佢半世紀前甲本太極17世紀湖北士兵。鄭春梅講，呢套演員正經係做好嘅，因為佢自細就當鬧外省人。透過人哋啊，專門香港講啊外省人啊，講嘢係因為熱愛啊嗬，講嘢甲本外省人啊嗬。基本就馬些，怎呢不甲本外省人？就按拄好，19世紀人嘅相親對象就是外省人，在對方熱烈追求之下，兩個人來結婚。那個時候我家己啊，我唔要煮菜啊，唔要煮飯，佢專門煮飯啊，3餐
做个乌锅鱼啊，做那个童子拍啊。哦，当时时间啊，死了我要惊死咧。啊，讲那样做的，咱今日人生还是很个讲啊，念个跟我声音啊，好老友来讲某某啊跳，陈妈妈或者我吴妈妈，我说我请问你啊，我说我不会煮菜。也因为安尼，部门争取买煮一手好料理，各省嘅菜路佢拢意外煮。自家詳細少少講，特別投注我生菜嘅慢，因為面到網擺是搞佢煮世界食譜方面。啊，還有一點的，cái trong đó bây giờ cái ta thêm pha, anh rồi để nó nhiều hơn mà, anh nhìn như ta yêu ăn đồ xe ha, trong đó về xong rồi con theo cô,是噻，anh xem pha đó thấy cái哈，过得挺艰苦啦。你马祖新村的人办那个陆光五村啊哈。原来都会用电话天发联络啊，有做嘛东西后坏事啊哈，就会行钱啊，全部还有联络啊，大家大家都蛮有念旧啦。就算你下大家无带乡下咧，感情强快安好，小南亲密个人际关系，係建村文化嘅特色之一。不過對唔是到建村生活嘅人來講，實在當然體會係因為近期來產生嘅移民村。所發展出來台灣另外一種文化，跟蒋介石一起過來的這些大軍據說有60萬大軍。那假設有60萬大軍的話，好了，我一個人只多帶一個人好了，少說也有120萬人。突然之間在台灣暴增了這麼大的一批的人數，大概多了1/3的人口有。對，那這麼大量的這些人口哈，1/3、1/4這樣的人口。要住哪里呢？那總不能一來的時候露宿街頭。到了1980年代，全台灣建村數量差唔多900位，其中桃園縣就有86位，係高縣市排第一。特別吼，個桃園縣有很多嘅軍事單位，所以呢，第是個建村台體系都個軍事單位嘅選頭，所以呢，桃園縣差唔多有超過有86家建村。希望不要離城市太遠，主要的城市太遠，因此就可能是在這個，比方說台北這個都會區的周邊區域這樣子。那桃園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等等時代改變同政策調整，2020年來，台灣高鐵建村差唔多同時面臨常態改變。連鎖插片改做工業材料，老舊嘅建村依然看到每一小咧，桃園縣也係強寬。境內除了中立嘅馬祖新村，還有龜山嘅縣港二村，總共3位建村，用歷史建築嘅方式來保留。2012年，地方政府同縣市係希望發展建村文化園區，作為50萬年來歷史發展嘅重要見證。本局10年那些是去推動到個文字總署哈去做個簡報哈，個希望個馬祖新村哈能夠得到個豐富的統計來通過我哋嘅建村個文化保存園區。安順分咗4個區，一個係全中國大陸的美食區，還有一隻就係住宿，本人體驗一下住宿嘅味素，佢做人哋邊嚟帶嘅味素，用版型嚟嘅嚇。還有就係人哋展館區，嚇古代老代嘅東西，本大家做一個展館。最重要就係本嚟就建村嘅媽媽專嚟做嘅美食，本嚟就嘅。孩子們可以到這個空間裡面來，去體驗一點點的差異，或者說去了解不同文化的這個過程，這個背景。那我覺得這個是孩子在眷村被保留這個過程當中可以學到的非常深刻的一個文化上的經驗。個平房留言就是做古蹟，講本人懷舊，哈，講以前人成發就按太監的來過。按到人要帶來按太監要這樣按嚟行過，很淳樸啊，當淳樸的個生活啊。後生人同下活下傳傳業，佢體會特殊嘅娛樂形態，
也系建村妈妈在太树下讲等头摆嘅生活情形，也唔单止系以前人嘅生活记忆，更系台湾嘅文化资产。照建村改建条例规定，到了2013年，像台湾嘅建村改建为综合完成，到时因还是咧看到马家样嘅建村，在台湾铁路嘅历史产物，更会渐渐变作博物馆地标嘅历史。